嗱，你耶利米亞12、13節呢個經節樣講設家啲，我啲啊上帝佢講啊，因為到人類在世間的行道，冇一隻能力和極田嘅前面嘅路途，但係呢，因為到人類唔有極田，設家嘅每個腳步行在面前，但係呢，因為間人類跟唔啲前面5分鐘、1點鐘、10日mà cái dòng sang miền Tây,所以啲經濟講是家啲人類唔有極田，一個前途嘅腳步。嗱，呢個詩篇記37、23及24節咁樣講是家啲上帝將標本是家嘅腳步，在是家裏xã會裏喺度。嗱，上帝極田是家嘅腳步係咪人合意？上帝對佢，上帝安排是家嘅路途。安排自家嘅腳步，熱天自家達到勝利嘅腳步，因為到咪啦？佢講呢啲接係，你會行到咪對啲，意思係講咪行到唔順嘅路，上帝講唔會對到塌下去，意思你咪行到失敗嘅路，也唔會講失敗到出門，因為咪嗱你接係上帝嘅手要牽你，意思咪上帝要嘅同齊，上帝要牽帶自家，阿沙自家嘅心。要嚟謙卑嘅心，就家嘅路嚟行，是個xã會嚟行道，世間嚟行道，而家嘅腳步唔係講七條路，只係腳步唔係講失敗到出門，而是上帝要照顧，上帝要同齊，大家嘅勝利，大家嘅得勝，阿門。